做今年杭州亚运围棋总教练的红面棋王周俊勋，和一个姓苏的女技师指控讲，伫培训的期间，伊讲摸卡只拼，出喙甲主动了后，尾啊，这个女技师说谎集体霸凌，全退出国家队。周俊勋自本是对外背回否认，讲这代志是无影无迹。抑过昨暗，伊发表文章，伊对外宣布，伊要辞掉亚运围棋教练的职务。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指控。互人指控涉及性骚扰，本来严正的声明讲一切拢是无影无迹的红面棋王周俊勋，担任今年杭州亚运围棋国手的培训教练。何就以姓苏的女技师指控讲，伊伫国家队培训的期间，去年11月两遍和总教练苏卡车边啊，虽然有出声解冻，但是惊失去国手的资格，只好吞忍。无想到讲所互人集体霸凌，身心受创伤，就退出国家队。围棋长辈们也是这样说：“阿勋加油！”我觉得我从头到尾对苏选手没有越举教练跟选手的状况。然后我跟他说：“哦，不好意思，老师只是给你鼓励跟打气，我没有任何意思。”对性骚扰的指控，周俊勋一开始否认，严过尾暗时佫发声明讲，经过情绪稳定了，决定要是亚运围棋总教练，理由是就要比赛啊，希望伊能互所有代表选手更加清洁的训练环境甲空间，也再一遍向姓苏的女技师回释咧，讲虽然家己认为打金架头是鼓励，严过只要对方感觉无爽快，就是毋对。以后伫咧任何的场所甲环境，拢袂再甲工作伙伴有任何非必要的肢体接触。围棋协会讲，伫咧姓苏的女技师提出要退训的时阵，北建议伊趁过年期间，心情小可较放松一下，才个决定。因过伊坚持要退，就尊重伊的决定，尾也无再再联络。就6年前他是有找总教练，然后我在海龙棋院他表明他要退训，问他为什么要退训，他说他身体不堪负荷，打疫苗之后有后遗症，好像很难呼吸，比赛的成绩就影响很大。1月31号提出就是他确定要退训了。围棋协会甲海防建议讲，除了安打选手的情绪以外，也会启动全面的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